主后2023年8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诚实袂骗左右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箴言第4章20节到27节。我的囝，着注意听我的教示，按耳孔听我讲的话，着不时注意，毋通忽略，着记牢伫心内。找着的人得到性命，规身躯拢勇健。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。你的喙毋通欺骗，你的喙舌毋通歪曲是非。你的目睭着看直直，着注目看头前。你行的路着受好平，你的道路就拢平坦好行。毋通偏左偏右，着互你的骹离开邪恶。诚实袂骗左右。有一天，有一位兄弟要坐计程车去一个定定去的所在。这个坐去计程车，兄弟就发现目睭领挂的是十字架。伊心内想讲，司机是一个基督徒，伊通安心坐车。无拍算，计程车行有一困，这兄弟发现原本应该往海边的方向驶的车，竟然往山区直走。兄弟知影司机想要驶远路，就礼貌地问司机是毋是伫驶路。司机的反应真着惊，大概是发现互看破，总是无因为安尼改变路线，反倒加速驶车，可能想要借着安尼缩短开车的时间，掩饰挑剔过驶路的行为。落尾车到目的地的时，兄弟开比正常路线加一倍的车资。付钱的时，伊对司机讲：“叔啊，你是基督徒吼？这我真熟。我一开始就甲你提醒，我发现你咧驶路，毋过你并无停止无老实的行为。你安尼做是上帝欢喜的无？你内心敢有平安？”司机却紧张解说，想要继续暗砍家己的无诚实。后来，兄弟甲车行检举，车行也确认司机确实驶远路。为着安尼诚恳致歉，佮保证会调司机转去进行再教育甲相关的停处。即次的事件应该会影响迄位司机互人的印象、考绩、约聘，甚至将来的应征。人有时为着要得到眼前的利益，无少抛弃诚信，欺骗别人，还沾沾自喜，掠做别人真戆袂察觉事实和家己欺瞒的举动。对基督徒来讲，安尼做等于常时甲上帝放一边，假做上帝毋知也袂介入。总是实际上无所不知、公义佮慈爱的上帝必定会干涉。若无，受害者安怎通得到平反？上帝若无作为，毋得违背伊公义慈爱的本性。这世界安怎会当往公义、仁爱、平安、喜乐的上帝国发展？互所有生命活伫真正的幸福喜乐中，因为安尼，才会无诚实、袂记得人的小聪明，拢会曝光。一旦揭发，当事者往往爱赔偿搁较济的代价，包含家己的性命。虽然上帝可能要借着安尼挽回人，叫人悔改，莫搁行偏路，
毋过安尼诶代价，敢毋是伤大。箴言诶作者讲，着尽力保守你诶心，因为心是生命诶根源。佮提醒爱用诚信诶态度正视头前，爱排除罪恶，毋通离开正路一步。箴言得讲诶智慧，毋是指智力上诶聪明，是基敬畏上帝、诚实、谨言慎行、远离歹事，尤其是毋通讲白贼，因为迄诶意思是得讲咱诶目睭甲内心已经偏离正确诶方向。目睭甲思想就可比是咱生命诶瞄准器。瞄准器若是对错目标，安怎会当射中靶心？相对诶，对准正确目标，才会当袂偏左右，往正确方向前进，远离邪恶，搁得到性命。箴言作者呼吁咱，将安尼诶智慧铭刻谨记在心，毋通袂记得。通好时常校正咱诶生命瞄准器。默想，我捌为着甚物无老实，后来付上甚物代价？上帝安怎介入？我捌为着甚物无老实，后来付上甚物代价？上帝安怎介入？做伙来祈祷，主上帝，求你帮助我有对你来的智慧，引带我行伫诚实正直的道路，袂行偏差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